來繼續來看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中心抓到一團詐騙集團，發現其中一個車手竟然是彰化縣的前議員洪碧威，因為欠人300萬的債務，家己去找詐騙集團志願做車手，講3年前就捌互掠過一屆，收押4個月，想袂到放出來了後，繼續作案來做車手。查甫人寒天滿滿的落啊，行入新北新店這間間廟，大批觀眾就隨家壓制佇塗骹，因為伊是詐騙集團的車手。警方甲抓到，佫發現伊是彰化縣前議員洪碧威。這是佇咧2024年底，洪碧威做車手取款當場放掠的畫面。經過1年多，警方佇咧去年9月，佫甲伊逮捕到案。因為刑事局重大偵破黑道的詐騙集團，洪碧威嘛是其中的成員，而且代號叫做玫瑰。警方調查洪碧威因為欠300萬的債務，找詐騙集團用一條抽2拍來做車手，想袂到2024年互羈押，期滿了後出來佫繼續做，佫互逮捕。啊那以幕後的集團離線主嫌北犯2人的恐嚇案，佫捌出來參選彰化縣議員，不過無成功。呂賢等人為了滲透地方勢力，曾籌劃參選地方民代，借以掩飾集團黑道幫派背景。警方調查，詐騙集團平時用先鋒車隊來自稱，成員佫用7爺、8爺，也是三國時期的人名做分工。參照文武判官分別是管車手、招人甲財務。啊那面交的車手是自稱北家將等等。警方清查發現被害人有50多個人，對頂甲哪查不法的所得有1000萬，嘛查緝離線主嫌等42個人到案，將因用詐欺等罪嫌移送偵辦。Hello， 我是雷亞，想要搶了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